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这个所有的身份证，本地定10月就要全面来换发，但是拄到疫情，所以延期。当时要来就路也唔知影。不过内政部已经开始咧规划咯，未来这个所有身份证若判给你，过来申请补发，要开900块。首次发给民众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收费用的。那拿纸本的身份证来换数位身份识别证也是不收费用的控管。所以现在针对于拿到数位身份识别证后遗失了来申请补发的人，那这个费用标准我们规划是要收取900块钱。内政部讲，甲这个纸本的身份证比起来，数位身份证敢若迄张卡都要300块，内底晶片的安全的标准嘛真悬，是达到军事机密的等级。因为考虑到治安风险的控管甲查证的作业，才会打算讲要收到900块。不过目前嘛，因为这个个人资料安全的问题，引起到外界的质疑。